今節講釋迦啲出咗耶利米亞17:7咁樣講到，依靠上帝嘅人得福，因為到家嘅盼望並在上帝裏面。嗱，所以釋迦得福，要盼望在社會裏喺度，冇盼望嘅人冇辦法，因為到冇前途冇盼望。釋迦要盼望要前途，嗱，所以釋迦依靠上帝，也要盼望。也未得上帝嘅福氣，就是個依靠上帝嚟講，一個經節比方不是家啲，比方嘛嘅嗱，所以耶利米亞17:8咁樣講到，佢從呢條樹嘅人種出呢個水變順，一個根太落嘅水順起，就根識到水，呢條樹打得正正配配，要入正正，大嘅籽也正正，日頭甩嚟，佢也唔會走入，一個入。本青青，要手嚟嚟，佢又唔係擔心佢講，嗱，佢大字我切，乜嘅意思呢？係講自己依靠上帝嘅人，自己嘅盼望並在上帝裏面嘅人，自己就何必一條樹樣人種在上帝嘅面前，自己要懇求上帝，仰望上帝，嗱，社會要苦難來，日頭來講我逼實，講我痛苦，嗱，自己唔係講走hết自己嘅心中，自己嘅平安也唔係走hết，自己嘅快樂也唔係走hết，本青青大字意思，本要快樂，本要得勝，本要利息，因為到自己天下依靠主，自己得福，阿門。